原來就算終於打了勝仗，無人撞前的機場，迎來就門內分享。明明能共你熱戀中收場，然而當時有別人專機催促我上，踏上了客機，竟然從未降落。似是風景，縮到最細，消失了。無奈在這刻你才重要，若是沒有這意外，也許經已快樂地重回平淡家中等你，聽着懷中的心跳真做乜神奇，其實本應這套戲能幸福。